谢熊。专家有智慧，就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我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，真哥你查登去哦！加油加油啊！来介绍咱两队来宾，我平常来，阮这边拢足漂配的，所以阮叫做漂配的男子汉。嘿，阮的队长来苦威开威。我嘛感觉伊的名足歹念的。是，也是用英文的口号啦，地论啦嘿，地论甲大练的口号啦。我甲你讲，阮大练的即马愈来愈好。大练的少年的时阵，我就熟悉伊啊。我搁去演过伊的电影，伊男主角。第一期电影。嘿，伊的第一期电影，啊，伊安尼豆豆啊，有甲得奖啊啦，这真正有影拍无啊对啦。所以讲哦，咱人真正一定爱拼，爱拼有一天成绩就是你的啊，吼。今阮队长带伊的朋友来啊，队长我要甲你问一下，是安咱这边无肉袂当？哦，你看这无肉的枵死啊！真正，而且哦，伊的队友哦，拢是各行各业的拢有哦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屏东来瓜壁匠，会使叫我阿匠。阿将，你咧做啥的？我咧做地灵社的电子社。电子社，地灰电子社。是因为即马拢是即种社对吧？上世纪啊。是安尼饲落去，看你的指纹是啥货，啊无就是数字安尼是。啊无就咱那边甲拄只的，甲咱开开啊。好来，咱即马介绍第二位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麦当叫我阿吉。我目前伫恒春开酒吧。酒吧啦。这位朋友呢，生做无啥共款，台语讲啊，遮因为无啥家己安尼。我唔是迄落啊，有现阮外国来的啦。外国来。嘿，我台语讲啊真好啦。嘿，你倒位来？我德国来的。德国来的啦。巴台湾人安尼。所以德国的秘鲁是真有名呀。对啊，好啉吗？做好啉的。做好啉的吼，搁刷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文，我嘛是咧做电子社的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搁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 Eric， 我咧做航摆。航摆啦，主任啊，是。航摆对我。啊，去倒位开？屏东。嘛是共款屏东，所以讲因常常拢做伙就对啊。啊，你就常常去催因。我若下班了，就一个时间就大量的挖到顶。好，来换恁这边啊哦。是，咱迄边是爱航吧，爱阮的爱吧，爱定爱吧。阮这边是无肉的朋友哦。嘿，欢迎咱的队长吴安。我是陈安，足久无看。真久无看，队长出来是无肉朋友。安怎讲？无肉朋友。因为阮全部拢是咧无肉。食素食的，是，就是咱无食肉的啦，嘿，无食真正的肉。啊，咱食较意思讲食青菜食较济啦。嘿啦，啊，因全部大家拢是头家，家己拢有一个餐车，全部拢头家，一人一打。来，咱一打第一打开始介绍，好来。我是走全台湾的素食餐车，我是咧卖包啊，我叫医生。来，咱第二打咧，第二打。大家好，我叫费，嘿，我是做素食的 taco 烧。一个烧啦。对。啊，阮无共的所在是原本的 taco 啊，阮变用马吉的去做。马吉，嘿，口感较脆安尼，啊，较特别的是阮的酱料，比如讲美乃滋，阮毋是用很的变的迄种，阮是家己用豆腐甲豆奶做的。是欢迎咯，欢迎费，后一单，来，大家好，我叫 Doris， 我是卖善良肉丸的，素食的肉丸，是，我嘛有一个家己的餐车。来，阮善良的肉丸啦，好来，上尾一单。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我叫做阿婆，姓朴，我是开一只餐车，伊的名叫做林尖马咸水鸡。哦，就是说啦，咸水鸡啦，我甲你讲，迄食到你会惊就是，这敢真正是咸水鸡，真正，不过伊无肉。这真正是无肉咸水鸡。高头菇咧取代迄个鸡肉的口感，嘿，高头菇真侪营养，安尼。是，那想要食素的吼，不要紧，来食阮的无肉翅无肉，嘿，赞。因为较是有影口味好哦。是，今日嘛欢迎恁，甲35000摕到转去。加油啊！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会晓讲台语，生活加一味哦。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台语。好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台语。今日咱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
大家来斗具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，请家己还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具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具。哎，你一句我一句。好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还有3题。3题。哦，咱分数较高的才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5000块，尽量讲，尽量讲哦。哈，好。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都会当试哦。好，来上的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细汉时阮拢会去倒位，真好耍。哦，细汉的时阵，阮拢会去倒位死的哦，真好耍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调配咧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拢会去行路散步，真好耍。哦，行路散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，行路散步啊，来。细汉的时，拢会去离东岭，真好耍。这讲出来，什么出来？离东岭，离东岭，龙啦，哦，离东龙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离东横，嘿，离东龙，伊上尾还讲对啊。是。来，恭喜！来，过来继续。细汉的时，细汉是阮拢会去国外佚佗，真好耍。哦，国外佚佗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有够好命。细汉时，阮拢会去夜市好鱼，夜市好鱼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有影好耍。哎，好来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拢会去田边掠鱼。哦，田边掠鱼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田边掠鱼吼。嘿，OK，田边啊，好来。好，讲，你讲。细汉时，阮拢会去公园收兵，真好耍。公园收兵，收兵是什么？收吗？是收吗？收不是游吗？收溜冰吧，溜冰。还是公园游泳啊？游泳。哦，较定点，选一个，较定点，来。游泳。公园游泳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因为公园真特别。今麦拢有迄种会使游泳的公园。有啦，譬如讲以前迄个运动公园。新生公园呐，哦，那个有迄游泳池啦，系啦，有些游泳池啦，好啦，那有些游泳池会使啦。好啦，谢老师，来，我甲你加持啊。细汉时，阮拢会去百货公司，真好耍。哦，百货公司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真赞。哎，来，你看人拢是有一个较正常的，你讲。哇，你话你见来正细汉时，阮拢会去海边耍水，真好耍。对嘛？海边耍水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啦。好，来。细汉时，阮拢会去学校运动，真好耍。哦，好好运动，老师对唔对？真好耍。来。细汉时拢会去阿嬷照卡，真好耍。阿嬷照卡，老师对唔对？会危险无？讲好啊！阿嬷照卡，你若无爱好对，你就牙叉叉无要紧嘿，牙车啊无要紧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分数先哦，好音。恭喜漂配男主很得到1分哦。对，咱来听老师咱解说哦，好，来老师，我先讲题目爱安怎念啦哈。细汉时，细汉因为恁拄则会甲用较长的讲细汉的时阵啦，啊，咱甲3只讲细汉时爱变调哈。来，拄则讲阿嬷照卡，应该咱会讲去阿嬷的照卡会较好啦。阿嬷照卡听起来较无。较奇怪，所以就较歹势咯，对，看下阿嬷的房间无，嘛是爱迄个啊啦，对，是，好，安尼更较了解啊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老师，来第2题啊，好，手放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都会当试哦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请问，阮阿兄招我去安怎？真正有够安怎？哦，阮阿兄招我去安怎3字啦吼，真正有够安怎2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
好来，无吧？来讲，是。阮阿兄招我去细夜市，真正有够好耍。哦，细夜市好耍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真赞。好来，这边交俾你。来，我阮阿兄带我去湛酒店，真正有够漂泊。哦，湛酒店漂泊啦哦，来老师对唔对？好啦，伊若要安尼认为是漂泊。夜生活的一部分啦。啊，毋过唔通逐工啦吼。关无好，关无好。我阿兄叫我去看夜景，真正有够美丽。哦，看夜景美丽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夜景真美丽。好来，我阿兄招我去开车啦，真正有够刺激。开车啦，刺激。哦，真正有影有刺激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咱这队拢伤济啊！这队拢漂泊，拢漂泊的啊！对，今日拢无某啦，不要紧。好，来我这边，叫文青的来。阮阿兄叫我去图书馆，真正有够无聊。哦，图书馆无聊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图书馆来去看册啦。愈看愈济。来，阮阿兄招我去动物园，真正有够恐怖。哦，动物园会恐怖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可能惊动物啦，那会使啦。马赛球啦。好，来这边，来。阮阿兄叫我去拍篮球，真正有够刺激。哦。刺激讲过啊，哦来，开车啦，刺激。嘿，拍篮球真正有够好耍。讲过啊。嘿，咱想得较偏爱嘛，趣味哦。哦，拍篮球趣味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爱拍啦，就感觉趣味。健康啊，来，我这边。阮阿兄招我去玩水果，真正有够新鲜。哦，玩水果新鲜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新鲜药啊真好。哎，来。我阿兄叫我去看电影，真正有够恐怖。哦，恐怖拄啊讲过啊，我讲刺激嘛应该讲过啊。有好看。哦，看电影好看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真赞。嘿，来，阮阿兄招我去劈鸟啊，真正有够夭寿。哦，劈鸟啊。夭寿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安尼有影夭寿嘿。对，袂当啊夭寿啦。好，来，对。阮阿兄招我去拍棒球，真正有够。有够忝的。会使，忝的。拍棒球有够忝的哦。好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来。阮阿兄叫我去唱水梨，真正有够刺激。哦，刺激讲过啊。水梨，美丽。哦，唱水味美丽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海底世界嘿，来。我你呢？招我去蒙拿会使啊，蒙拿3字，真正有够洗裤，真正有够。浪漫浪漫哩，哦，去蒙拿啦，有够浪漫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蒙拿会浪漫咯。你是碰到什么？来，分手签。叫你记得第2分哦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是安那袂当蒙啦。来，蒙啦，蒙了唔对啊。嘿，来问老师哦，吼，来老师。伊个蒙啦浪漫啊，较奇怪啦。你若讲去迄个啉咖啡看山景，哦，迄个较有浪漫，较有 romantic 啊。啊，蒙啦要浪漫。较奇怪一点嘛，嘿，把个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嘿啦，爱斗我对哦，对啦，爱斗我对哦。蒙啦，你会使讲食力啦，因为真忝嘛。嘿啊，足忝的，啊，无就是足忝的。对啊。嘿，好来，上尾一题啊哦，今晚2分咱还袂开始哦，还袂开始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味安怎，心安怎，真正唔对。哦。
袂安怎，嘿，先安怎，哦，真正唔对。我记一个咧。好来。未趁钱先开钱，哦，卡摕来就甲撸咧，真正唔对。对，未趁钱就先开钱，安尼就唔对啊。吼，这个咧就是安尼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为人输先绕跑，真正唔对。还未拍完人就走啊，已经输啊啦。啊，不过嘛是绕跑吗？对啦。哦。袂穿衫先出门，真正唔对。有影咧吼，这真正唔对。袂穿衫先出门啊！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这题命5千块，倒一边会当赢咧？咱请手答，好来，无坏朋友，袂安怎先安怎？为结婚先生囝，真正唔对，真正唔对，未结婚就先生囝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啦，莫安尼啦，对啦，嘿啦，叫无来啦，嘿啦，来，为人输先绕跑，真正唔对。啊，为人输先绕跑，先绕跑。哦，我知伊意思，还未拍完人就走啊，已经输啊啦。啊，不过嘛是绕跑吗？对啦。哦，为人输先绕跑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来，譬如讲国际拍耍，啊个阿手啊，哦无阿手就走啊。哦，无礼貌。来，袂穿衫先出门，真正唔对。有影咧吼，这真正唔对。袂穿衫先出门啊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哎，腾哥哥会眼惊着。来，袂晚会先开车，真正唔对。袂晚会，袂晚会，满岁，满会。满会，满会，哦，袂满会，十几岁啦，哦，袂晚会先开车。老师，袂晚会先开车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较无遐好势，嘿。我两字对啥？袂成年先开车，真正唔对，对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就是这个嘿，讲法无唔对。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咱先听，哎，不分数先。哦，恭喜得到奖啦！总算开啊！好，来，咱先听老师来解说哦。好，来，老师。这意思应该是讲还未满18岁啦，系啊，爱得去开车呢，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因为咱遮甲2字要互导，伊就歹导，也唔知导开就袂好势吼。好，这条其实是较无遐好导的，吼，较无遐导，咱2队已经足够啊吼。啊，我甲记几个例啦吼，比如讲，未娶某，啊，得先娶妾。娶细的意思啊，娶妾，安尼就唔对啦吼。啊，袂学行，啊，得先学走，吼，这嘛无唔对吼。啊，袂生囝，得先学名，吼，还是讲咱若要搬去进行，是毋是先办先？所以来讲，袂办先，啊，得先搬去，吼，这拢会当互大家参考，嘿。是，哦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听听的其实。你就迄理解什么意思啊？对啊。好来，咱先先看分数。是。看咱这边飘迄男子汉得到2分哦。啊，来咱这边无坏朋友咧。毛1分哦。不过咱这个回合的5000块要等在倒位咧？送互咱的飘配男子汉，恭喜！好，唔通客气，今日去咱的第2回合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大家望看卖。哦，代表要望内面的物件是哩。哎呦，啊，咱这个回合的奖金偌济？咱这回合的奖金有1万块哦。啊，那1万块，阮拄拄啊5000，阮就拍起嚟啊，对不？啊，那咱这边还未开市，还未摕到，咱就是1万。哦，倒赢5000，加油加油！是，即马第1位已经起来啊吼。我10步囡仔应该无什么会通惊吧？对啊。无。第1个惊无？惊无？哦，这一定的。不过我看内面这个物件吼，伊是袂叮当。哦。不过你若是要对付恁某是会当。是，伊袂叮当，伊即马应该袂叮当啊啦。软哥哥啊啦。我常常甲恁讲者，就是伊长长。我这长长哦。会长长，我问一下，你真正惊某啊中？我真的惊某。是哦。啊，其他的佫有惊啥无？惊狗啦。哦，惊狗啦。
啊？高山啊？你讲高山啊？你惊高山啊？我较早捌去打掉。哦，所以讲就是惊到啊，就对啊啦。嘿啊，拢无声，乖。好，来这边的朋友。医生，台语叫做会散。哦，医生哦，医生你惊啥？惊小，惊某啦，惊某对迄钱袋内底去客去安尼啦。哦，惊某抽啦，哎呀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目睭看头前哦。好，来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望较温柔的，嘿，啊，甲阮讲一个，讲一个望到迄个感觉，三位。跳绳，台语，跳绳啊。跳绳。你望到真正是安尼吗？是。你望到什么感觉？长啊，两边拢有迄个会使翻的头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你讲的是跳绳。好，来，老师跳绳对唔对？你甲加一字无？跳绳啊。好，跳绳啊，对唔对？来，跳绳啊，恭喜！哦，袂歹。好，恭喜屏东的朋友来分数先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来，就是这无啥人解说啦，这就足简单，跳绳咱来讲跳绳啊，你嘛袂讲加啦，啊，跳绳是真好的运动嘛，吼。是。这摕来对付某上好啊，某我感觉愈跳你身材愈好哦。对，我会讲这是人细汉的时阵，摕这拢来输的，你知道？因就是想讲用输的啦，每一个拢咧偷笑。是不是？袂当，我爱听。这是爱来运动的啦，是啦，是爱运动的。好，老师谢谢。哎，袂歹，咱这边紧的哦，开始哦。好，咱搁继续来换人。对，拄则是跳绳啊，对吧？是，吼，看起来就是，其实伊个痟用咧讲术的，足疼，嘿，真正。啊，你会惊啥无大惊的？我惊，其实我惊悬呢。你惊悬哦？我去娱乐园，我都唔敢耍。哦。什么云霄飞车这种，我快点，我就惊。会惊，骹拢软呀，对吧？啊，你若是去悬楼拍戏咧，看伊骹。其實嘛是會驚，嘛是會驚吼。我看嚟，哇，看嚟足懸嘅所在，我就會貓啦。啊安尼咧，哇，我驚糖，就驚糖誒。真的哦。所以我之前有當時在拍，有當時在兜裡迄草皮草地內面頂的時陣，迄足濟糖啊，無就啥物高遐啦，因為你的身軀會輕對啊。這內面這個物件哦，我甲你講哦，要安怎講？啊，就是講。伊是無啥，伊袂講啦，有手啦，嘿，所以你就愛較注意，對。而且哦，你無看伊安尼，伊是有功能的呢，有功能的，袂叮當啊，好嗎？你碰你遐哦，嘛是會危險嘛，有攻擊性，對，囡仔驚有手，是，準備好啊，加油哦，看頭前哦，來，咱台語望看覓，請望，春蕊，哇。什麼？來，安尼。廖白啊！你手喺內底哦。對啊，我在講嘛。啊袂，愛先安尼先講。對。你感覺是廖白啊？廖白啊。來問老師哦。好，來，老師廖白啊，對唔對？恭喜！好，來分數。恭喜你啊，1分哦！讚，即馬平啊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那个。这华语叫做不求人啦，哈，啊，台语哦，讲法有够多啦，哈，拄则咱有安讲的是廖白啊，吼，啊，那南部讲鸟白啊，啊，嘛有人个腔是鸟白啊，嘿，啊，嘛有直接用迄个不求人来换那个不求人，啊，那北部叫讲不求人，哦，啊，阮台南讲啥？白酱的，啊嘛人简单讲白啊，吼，所以方法足侪，以上，好，不要紧，两边即马拢1分啊哦，咱搁继续哦，好，今日换来，好来，第3位就是咱的这个甲朴啊，嘿，是，两个即马拢是做头家嘛，对啊，是，我要问一下吼，咱这个，你的生理有好无？
有好无？当然刚开始无好做啦，啊，就爱一直坚持啊。你开几档啊？无，我开3、4个月呢。啊，才3、4个月尔。伊台语讲了真好呢。啊，这你目睭客客，伊讲话就是台湾人啊。对啊，真正你莫看伊的面啊。对啊。有伊迄个腔口啦，打开始的时阵。是。人家讲打开始就厉害。啊，你华语讲了有好无？嘛是会使啊，嘛是会使，系啊，但是台语讲比华语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哦，安尼哦，第一上到啦，是，啊不要紧，阮婆阿妹啊讲台语啊，我真还蛮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我知影，我了解婆的，拄啊讲叫伊较挖落啊饲零只，啊伊就规个拢挖过去，真正有影有够实在啦。无唔对，第3位啊，加油哦，吼，目睭看头前哦，啊较温柔，甲阮对台者，为了讲到这吼，这有刺。有刺，爱较细腻。啊有喙，对，是空安尼。爱加吗？哎呀，不过咱会用到呢。你较注意的。是，因咱若伫用的时阵，就是伊伫甲你加。我感觉。拢当时用到。唔知去恁店的，去因店的拢会用到。系啊，而且是随时拢会当用到。对无？啊，伊看起来就是。无什么物件，所以讲你要对较温柔的，所以伊会走哦，有刺莫有插到，嘿有刺哦，吼伊若生气可能甲你插哦，啊较细腻哦，好来咱目睭看头前哦，来台语望看麦，请望，哎呦，哎，知影坚持哦，好来，破，起托啊，起托啊，确定。去有迄个牙线的迄种起托啊，所以安尼讲，所以讲，应该是起托，起托啊是无线的啊，哦，有线的起托啊，有线的起托啊，有线的起托啊，那个你，嘿，有线的起托啊，来，老师，有线的起托啊，对唔对？胜利对，哎呦，你真有创意哦，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分哦，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，佮有虾米会讲法哦，哈，来。牙签咱来讲起托啊啦，吼啊，这个牙线棒其实内底这是牙线棒，咱较少用台语讲，所以较无固定的台语，爱拄只时间啊用形容啊讲啊啦，有线的起托啊，所以我算伊对，吼啊，嘛有人建议讲啥，讲迄个因为牙线咱讲起线嘛，吼啊，因为这个迄个牙线棒伊的作用就敢若咱的起托啊。吼，共款的当甲咱调伫起芳的这个菜油啊，甲伊清好清气，所以嘛会当讲啥？讲迄个起线托啊，甲合起讲起线托啊，嘛会当参考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已经拢得分啦，这边2分，咱这边换咱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拼落去哦！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问一下吼，你问你惊啥？我惊糖，糖，有影呢？咩安怎？食糖才会晓做人啊，惊啥？不是，我甲你讲哦，伊哦，啊伊嘿，伊就是安尼，佫有一个味，嘿，佫有味啊，佫有色，啊，佮摸起来佫嘿，佫会香香的感觉安尼。你若是伤大力，伊就伤啦；你若卖啊大力，伊就会较涩一些啊。是，重点是吼，伊即马伫倒我唔知影，我看袂到。会走。来，袂走。肺，阮这好多肺。肺，你惊啥？惊糖。你嘛惊糖？咱2个拢惊糖啊！啊，这队长嘛惊糖。我来讲哦，伊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吼，糖即嘛唔知放伫咧内面的倒位，真正放伫咧内面的倒位哦，吼啊伊有一个味，对，摸个较轻力的。是上惊就是好有迄有擦的迄种的。好，来把手看头前。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啊，顺得去，顺得去，来啊，坚持哦。什么？有味哦。有一个塑胶味。哎呦。咖味。啊，你感觉是啥味？烧酒。烧酒头啊。哦。塑胶味啊。应该是饭车菜。饭车菜。哎呦。来差一点点啊。一片看起来像饭匙，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咧？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来，顺得去，来啊，坚持哦。什么？你会使继续望。好，你望看卖。头较尾甲望看卖。
有敢若咻黏黏的物件，啥物物件？小啊冷的，甜的冷的，软啊软，小冷的，冷，啊过来，敢若有味无？有一个味，有味哦，有一个塑胶味，哎呦，咖味是，你捌食过无？无食过。好，你无食过，啊，你感觉是啥味？烧酒，烧酒，烧酒头啊，哦，有塑胶味啊，啊，是烧酒，啊，摸起来稀疏疏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烧酒对唔对？烧酒都唔对咯。哦，烧酒都唔对啊！哦，来，咱人文是啥物味？你感觉？应该感觉青菜。哦，青菜，讲到重点，青菜是什么种的？有的叫应该是饭虾菜。饭虾菜，哎呦，是饭虾菜哦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饭虾菜对唔对？来，差一点点嘛。哎，差一点嘛是音哦。废，有一字差一点，有一字差一点点嘛哦。青江菜，哈？较大声。青江菜。青江菜。青江菜。哎呦，会发音不一定标准呢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青江菜对唔对？青江菜嘛，歹势哦。哦，所以讲饭时啊，青江拢唔对，拢足歪啊，拢足歪，唔过上尾一个机会呢，四字的，所以什么时啊菜？嘿安尼，我哎什么？藤丝啊菜，来，藤丝啊菜。哦，藤丝啊菜，确定？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藤丝啊菜？恭喜！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你就第2分咯。来听老师解释。哎，因拄则其实有讲到青江菜啊嘛，吼，啊只是伊家直接搬啦吼。是。因为这种菜叶菜叶啊，伊这形有无？甲咱的啥？咱的藤丝啊，啊拄则因讲饭时咧。天饭的迄无共，形无共吼。啊，这种菜呢，伊的钙质足侪哦，吼。所以若袂当啉牛奶的，有人啉牛奶的啊，巴肚会无爽快嘛吼。你就会当食这种藤丝啊菜，因为啊伊内底有足侪食物性的钙质，植物性的钙质吼。啊，第二伊的啥，贝塔胡萝卜素足侪，对咱的目睭嘛真好，所以是一种真健康的这个菜色。是，好来，即马2队阁是。白酒哦，好来换人，是咱的善良肉丸食了，你就会善良。嘿，啊那咱这边的烘肉，你食了，你嘛是会善良。是，所以一个是有肉，啊一个是无肉。啊，不过咱若食有肉，对咱健康有帮助，咱嘛是爱食哦。吼，啊咱讲到健康，啊我烦恼伊的健康呢。是安怎？伊即嘛，这串，安怎？紧张的啊。哦，你是紧张哦，免紧张，我甲恁看一个哦，真好，对恁真好的物件，互恁方便的哦。是啊嘛是，嘛是爱对伊较温柔的，吼，伊袂甲恁教，袂甲恁教，毋过爱说你啊，爱说你哦。好，来目睭看头前哦。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准嘞，知影坚持哦。哎呦。哦，来，哦，善良的知影，善良的。Doris。是一个卡巴。卡巴。什么款的卡巴？什么卡巴？食物的卡巴。食物的卡巴。是，所以望起来就凉凉冰冰安尼嘛。你会使互伊较济讲。嘿。较济个讲法吗？是，譬如讲卡巴足侪种的啊，是啥物款的卡巴？当时咧用的。有挂的。有挂啊，搁来。会使放挂啊，放冰箱。哦，足清楚啊，吼。对，所以讲你定定叫这个物件叫做啥？保鲜。卡巴。保鲜阿爸。嗯。哦，保鲜阿爸，确定哦。保鲜。阿爸，好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保鲜阿爸对唔对？保鲜阿爸，好，恭喜！来，恭喜你第3分哦。哦，好来，咱请问老师哦，哈，来老师，咱保鲜盒啦，哈，不管咱迄个无肉的要放素食，有肉的要放肉，哈，拢是里边哈。好，咱有3种讲法，你要讲保鲜阿爸。壳啊，保鲜壳啊，还是咱拄前讲的这个保鲜阿爸拢会使。啊，那是你咧，李姐，你要讲啥？保鲜阿爸。保鲜阿爸，这因为这咱拢定定利用的嘛。对啊。是，好，不要紧。
咱这就敢若第2回合尔，咱还有第3回合了。来，咱看一分数，来，咱先请会。嘿，来。好，厉害。来哟，来看分数啊！先看咱这边漂配的，伊即摆的分数是2分。2分。啊，那咱无败的是3分哦，恭喜！所以这个回合的1万块先放在倒位？来送互咱的无败朋友。哦，好，免演去哦。还有第3回合无？好，进来去咱的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。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 A、B、C。是的。好，咱即马目前的情况就是讲，咱这边的标配5000，嘿，啊来咱这边的无败1万。1万。这个回合的奖金偌济？这回合奖金听好哦，有2万块。2万哦，咱若丢，咱这边就2万5去了，啊，咱这边若丢，咱就3万去了。好，啊，咱就敢若3个答案尔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把握团结咯。好。好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的南山的田底下倒一个树吼，有较歪意的 ？A. 卡尾钱 ，B. 银角啊 ，C. 西徛钱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南山啊哦，南山，好，南山咯。甲倒一个较歪意哦。是卡尾钱，较好。银角啊，银角啊，还是西徛？吼，来，会当哦。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哎呦，这个咱拢唱100袂哦，是拢是5个 B， 这边嘛5个 B。哦，我来问一下，你啥来选 B？ 无啊，虽然时代拢安尼讲啊，南山就是严格噶。哦。做就严格咧，南山。哦，意思是讲妈妈会讲要甲妈妈提钱，哎，南山啊，伫咧。南山你可以用，可以买糖啊。所以讲咱的印象就真深。对。是，好来，啊来，咱这边的队长。同款，因为我妈拢会放一块迄银角啊鱼啊，有当时讲银角，有当时讲蓝山。是。哦。对，蓝山边走。嘿，这是咱台湾囡仔哦，定定拢会听到的吼，迄蓝山那边走啊啦，啊，蓝山那摕去用啦。对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是 B 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小米，5条命留的，5条命拢留的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咱两队拢足厉害吼，拢知影吼。好，啊内底有一个卡尾钱吼，是咱人吼拄过身的时阵，哦啊带伊的卡尾遐烧的迄个银纸啦吼，是要互亡魂去地府报道。过桥通关的路费，吼，啊，这个西徛钱是啥？是家己压起来，啊，无风灾的这个私房钱嘛，吼。啊，南山拄则咱两队都有讲到，就是咱迄1块、5块啦、10块，吼，这款银角啊嘛，吼。啊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哦，就是咱前面是有迄种10块啦，吼，50块迄种啥山票、小额的纸钞，嘛叫做南山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这条哦，台语的南山就是加啥银角啊，吼，较歪意。嘿，甲我试者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药材夜明砂有固目睭的功效？啊，你敢知影夜明砂其实是啥物物件咧 ？A. 蚵仔壳 ，B. 山羊角 ，C. 蜜宝屎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夜明砂，这我听蚵仔壳哦，山羊角，是蜜宝屎哦。哦，蜜宝哦。夜明砂。好，来10秒的时间了。5、4、3、2、来哟！1，好，来，咱时间到啊。风险甲分贵哦，咱请起答。咚咚咚。哦。这个好，恁全部散尔拢散尔稳哦。标配的。可能冰冻蚵仔较济。有影，阮兜中药房。阮兜中药房啊。
用到嘛中房嘿。你当嘛中药房？啊，这题若对，安尼，啊，唔对，你真正看起来。你捌看过无？唔捌。唔捌。哦，所以无咧内底斗相共。是。我细汉就无伫咧厝。无伫咧厝，是。我来问一下阿中啊，你嘛选 A， 你是蚵仔较济哦？因为我细汉住伫东街遐拢蚵仔。哦。啊，你啥叶明刷咧？啊，叶明刷当做叶明珠会壳像蚵仔安尼，啊，甲蚵仔壳抹抹的，顾目睭。医生，嘿，来，你选的是 B 嘛，山羊甲。无听过对中药较无熟悉，较无熟悉，啊，就分散投资安尼啊，所以拢起得对啊。好，啊那咱呢？多丽丝，多丽丝，善良的也是迄落啊，善良的嘛，善良是多丽丝，你是选 C。密波赛，你知密波？因为我交着歹朋友。哦。啊，你知什么是密波？密波是什么？哦，你唔知？啊，你知无？你知密波是啥无？密波是那个蝙蝠，蝙蝠是野菜。哦，是哦，好，哦，真假？好像会对哦。印象，但是即马我唔知啊哦，无定就是全部拢 A 哦。你想看卖人是中医，无定就是 A 哦，嘛无定就是 C， 无就是 B 哦，即马有3个答案哦。加油哦！来 A、B、C， 咱来看一个，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你甲看，爱拍卡声啊，爱拍卡声啊。好来，拄则讲密婆到底是啥啦？吼，就是咱的蝙蝠哈。啊，有的所在讲亚婆，啊，有的所，比如讲啊，金门伊就讲月婆，哦，月婆啦，伊是月亮的月哈。啊，这亚明沙哈，就是啥？密婆赛，因为安那这个密婆吼，伊拢暗时飞出来食这个蠓虫嘛，所以真侪人拢讲，迄个这个密婆吼，这目睭一定啊啦，金细细啊来咸咸吼，所以中医就甲伊的屎吼摕来做啥？治疗目睭的药材，啊，这是古早人因的想法啦吼。其实密婆伊的目睭无介好啦，吼，对，吼，啊，即马有新的研究吼，因为啊啦。大部分的这密婆伊拢食汤拖，就吃昆虫的哈，所以伊的屎内底吼都有足丰富的啥维他命 A 哦，所以吼你若要顾目睭，其实你食啥维他命 A 就会使啊吼，唔免开钱啦吼，啊，就去买迄贵33的叶婆屎来食。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敢若捌看过，伊拢一袋一袋安尼，伊有一个味。嘿，啊，阮你若听到屎，你就感觉哎呦，那有可能会啉，伊一直爱钻，爱钻，对，所以伊伫中药材内面呢，是。阿姊，啊你中药行你应该听过有种叫牛仔屎，牛仔屎嘛是共款，药材对无？嘿，嘛是哦，对，啊，佫有迄壳。伊个壳嘛是有，嘿，蚵仔壳嘛是有，不过伊个敢若毋是蚵仔呢，伊个敢有另外一种，敢若亲像，敢若狗孔迄种壳，是，就即马中药材较少啊啦，啊，不过是若是以前是阮的回忆啦，嘿，若想的都，哎，袂歹，对，我敢若捌是，是，即马智慧就是安那咧。嘿，咱这个中药的小开啦，嘿，真正开了啊！不要紧，嘛是分数啊。来看者咱即摆分数这边的。哎，咱交着歹朋友，所以即马一个拢无啦。啊，来咱这边的咧，无歹咧，共2条命。再讲咱这2万的奖金你倒位？爱送互咱的无歹朋友，恭喜！啊，无歹朋友进前有奖金无？一万，所以差起就是3万哦。好，即摆今日的小雨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予恁全家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！哦，奖金偌济？3万块啦！现金的！3万就是30秒。对，30秒。是30秒，听起来敢若真济对无？无够，其实无够。真正有影无够。对。是，啊，佫加无？咱佫送伊30秒。啊，等下拢通讨论。好，试完
就紧来走。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摆一摆，摆一摆。咱请开始。去食毛沙面什么？好，嘿，来有后第有长山讲无？长山嘛，无长山嘛。好，来，一顿安怎？两顿小肚。3万块的奖金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加油！咱请开始。去食毛沙面什么？嘿，来有后第有长山讲无？长山嘛，无长山嘛。好，来，一顿安怎？两顿小肚。一顿咕咕。好，这个过来。世界放给赛，富贵，这个。恭喜哈！来，第一个去食要3年好运。准做你安那散甲亲像去食吼，嘛有啥转运的时阵，意思就是讲人的一生啊啦，袂一直落水啦吼。咱吼唔免因为一时着达啊，就来啦累积，因为啊啦3年一轮，好歹嘛照轮咯吼。第二句来，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。清朝的时阵，因为海禁的政策，海禁啊吼。敢若查甫人会当移民来台湾尔，吼，遮的罗汉卡拢去互咱的平埔族的查某囡仔招，所以才有啥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，一句俗语。来，第三，一顿久久，啊，你两顿就会消肚哦。一顿饭你若食伤久，啊，拄食饱，你要食后一顿啊嘛。哦，意思是讲。你的3顿的时间啦，无正常，安尼对身体无好。哎，第四，生鸡卵的无，啊放鸡屎有，吼，是咧经体遐啥，伫团体内底无才调解决问题，啊串咧制造问题，吼，惹事端的人，吼。第5句。听某嘴，你的大富贵；听某的话，会大富大贵哦。已经咧逼咱的内边啊吼，是咧提醒啊，做翁的哦，唔通大主大意哦，爱尊重，爱接纳太太意见，安尼才袂弄假散体。来，以上。是，好，谢谢。安尼佫较了解啊，咱俗语内面的讲法啊，甲意思啊，吼。好，来，即马大家想要知的是啥？佫奖金佫剩偌济？好，来。甲大家报告，因即马奖金佫剩3万块啦！好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，嘿，颁奖，来，3万块啦！哎呀，赞！是，不过吼，唔通硬气，咱拄啊看到迄俗语，我来摆对无？我甲你讲哦。这是好康的啦，因为吼，阮全家有智慧，阮有 App 哦，阮从第一季到即马拢有 App，甲下载落来，甲download落来，吼，伫厝的练习，啊，甲妈妈嘛会当算，爸爸嘛会当算，啊，甲囡仔拢会当算，来试看卖安尼，啊，若是成绩好，来阮遮比赛，欢迎恁来，对，好，来，咱即马来试看卖好无？咱拄则这边的真刺激，对啊，3万块就摕到顿，有想要甲3万5摕到顿，咱就来练习看卖，来，好来。诶，俗语我来排，3、2、1，一位来哦。好来，大灯个，小灯。哦，来。人看唔行，山看鬼看溜叫。哦，来，鸡卵生什么毛怕？爸爸毛怕，来，什么米？哦，真好来。甘愿做牛，惊无什么。哇，嘿，这嘛是甲伊讲，咱速度一定爱真紧的啦，是无唔对。好来，咱即马吼，这拢即厝的拢通啊落啊，当落来算哦，吼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。再见，有地位。到兵变的语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感谢。下回再过来。谢谢。谢谢，辛苦，恭喜，摕到奖金嘛，赞，谢谢。